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Hi-Fi 發燒台。如果大家想接收多啲影音嘅資訊，又或者想睇下有啲咩黑膠 CD 好買，同埋想知道咧其他發燒用啲咩音響器材，咁你就一定要訂閱 Hi-Fi 發燒台。咁喺訂閱旁邊咧有一個鐘仔，記得撳着佢。咁當你撳着咗之後咧 ，Hi-Fi 發燒台咩新片發放咧，你就一定唔會錯過嘅。咁我今日好高興啊，因為咧借咗一部咧近期 Hi-Fi 發燒圈裏邊嘅熱門話題啊，就係呢部 Audio-Loop Cobra 嘅合併機。咁我今日咧嘗試咧用4對唔同嘅喇叭嚟配合呢部合併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咁就唔好行開，繼續睇落去啦。呢部 Audio-Loop Cobra 咧成為呢個熱門話題，咁我覺得咧最主要原因就係佢個名咯 ，Audio-Loop 呢個牌子。因為咧好多朋友都知道 Audio-Loop 膽機相當之靚聲。不過咧，佢嗰啲價錢咧可以去到過百萬一部嘅。咁而今次呢部 Cobra 咧係一個全新嘅系列，咁佢用咗全黑色嘅設計。咁另外咧，佢個外觀咧就同廠方嗰啲百萬後級咧有啲類似啊。所以大家都有啲遐想，會唔會咧呢部後級嘅聲音咧同嗰啲頂級後級咧會有少少相似？因為咧呢部機咧即係賣緊5萬蚊樓下，如果有幾成次，咁咪好抵咯。今次咧，我想咧試下用呢個 Cobra 咧推幾對唔同嘅喇叭，睇下有咩化學作用。咁第一對出場咧就係呢對安橋仔，咁呢個咧就係安橋嘅 D-DK10嘅喇叭。咁呢對喇叭咧，我哋俗稱咧叫做吉他喇叭，因為咧佢嗰個聲箱咧就係用咗呢個吉他技術嚟做嘅。咁呢對喇叭咧出咗名咧靈敏度低，都比較難推一啲。咁同埋咧佢話唔係用大 power 推就得嘅，因為咧我試過咧喺我屋企咧用呢個 Burmester 909去推咧，都覺得唔係好夾。咁我今次咧就想考一考呢部 Cobra 啦。咁我揀咗呢張 CD 咧就係呢張一黃三後。咁呢張 CD 咧我揀咗裏邊第6首夜夜夜夜4個夜。咁呢首歌咧原唱咧就係齊秦。咁而家呢個咧就有呢個唐唐演繹。咁我覺得咧佢演繹都相當之好。咁我點解揀呢段音樂嚟試呢？因為我想試一試咧佢播出嚟個人聲，睇下夠唔夠甜美。咁第二樣咧，我想睇下開始嗰段個大提琴，睇下播唔播得出嚟。想問天你在哪裡？我想問問我自己。一開始我聰明，結束我聰明，聰明的幾乎都毀掉了我自己。咁就啱啱聽完嗰首夜夜夜夜啦。咁我都講咗啦，呢對安橋仔咧唔係話用大 power 推就得噶。咁呢部 Cobra 咧，我覺得就相當之夾佢啊。咁我聽到之後咧，我發覺大提琴咧即係成個現咗出嚟啊。咁個質感都相當之好。咁同埋咧個琴腔聲咧都相當之豐富。另外咧個位置都夠低，證明咧呢部 Cobra 個低頻量感都足夠。咁至於把人聲，咁啊唐唐把聲更加唔使講啦，真係相當之甜同埋好潤啊。Cobra 輸出咧每邊有28瓦，用咗4支嘅 EL34作為推動膽，係推板方式嘅 A 類放大。前級部分咧就先經咗6AU65極管放大，之後咧再交由5670雙3極管作為呢個信號分相。頭先講到 Cobra 推呢個安橋仔都好夾，我覺得其中嘅原因就係 Cobra 咧用咗廠方自己製作嘅雙 C-Coil 嘅輸出牛，令到呢部機咧推啲難推嘅喇叭咧都冇乜問題，用盡呢28瓦。好啦，又到聽歌時間。今次咧我就揀咗呢對喇叭嚟播啦。咁呢個喇叭咧同 Audio-Loop 一樣係嚟自英國嘅品牌。咁咧呢對咧就係 Fine Audio 個 F58。咁我想聽一聽咧呢個英倫組合，睇佢播呢個弦樂嘅效果如何。咁我就揀咗呢張 CD。咁呢張咧就 Music We Love 係由呢個 Mulufa 母子一齊合作嘅。咁啊 Mulufa 咧就負責拉奏小提琴，而佢嘅仔咧就負責拉奏呢個低音提琴。
其實咧，AudioLoop 廠方咧仲有一部咧類似呢個價位嘅合併機叫 OTO。咁嗰部合併機咧就用咗呢個 EL84做輸出膽，咁每邊輸出咧就10瓦。咁到底同呢部 Cobra 咧點樣比較呢？咁因為呢部 Cobra 咧就有呢個數碼部分，而 OTO 咧就有呢個唱頭放大嘅版本。所以如果大家玩黑膠咧，我就覺得買呢個 OTO。如果大家有玩呢個串流音樂或者播呢個音樂檔案咧，就揀呢部 Cobra 啦。Cobra 用咗飛利浦 TDA1543嘅解碼晶片，同埋完全冇呢個超取樣、聲頻、數碼濾波同埋呢個時鐘處理，全部咧都係直入直解，所以我覺得佢份解碼咧係唔係講數據，聽出嚟咧都冇乜數碼味。仲有3組嘅數碼輸入 ，USB 可以支援16bit 48kHz， 同軸咧就可以支援呢個24bit 176.4個 kHz， 光纖咧就可以支援24bit 96個 kHz。好啦，又到聽歌嘅時間啦。咁我今次咧揀咗呢對喇叭咧，相信大家都係好有興趣嘅，就係呢個 LS35A 啦。咁我之前咧有喺呢個我好朋友馮哥屋企咧聽過佢用呢個 OTO 推呢個哈巴夫嘅 LS35A， 咁亦都有喺呢個大象行嘅陳列室咧聽過用呢個 Cobra 推呢個 Rogers 復刻版嘅 LS35A。咁嗰2次咧我都覺得相當之好聽，同埋咧好夾聲啊，所以今次到自己玩咧點都要搬對 LS35A 出嚟嘅。咁我呢對咧就係 Spandor 嘅胡桃樹根木板，咁我揀咗咧細川玲子嘅 Steer in Heaven 俾大家聽聽，咁睇下咧用呢個 Cobra 推35A 把人聲係咪真係好甜啦？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Would it be the s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冇計啦 ，Cobra 推呢個 LS35A 出嚟嗰把女聲真係冇得彈啊！因為嗰把女聲咧係唱出嚟噶嘛。咁今次出嚟呢個組合出嘅女聲咧，真係相當之甜美啊！可以話係醉人音樂，同埋聲音咧好有飄逸感啊！咁聽落去咧，真係好似有啲舊裝膽機嘅味道啊！所以如果大家咧喜歡聽女聲，仲有珍藏緊呢個 LS35A 咧，其實咧呢部 Cobra 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真係有啲驚喜啊！咁呢部 Cobra 咧係呢個自動偏壓嘅，所以咧只可以配翻呢個 EL34。咁我今次試聽咧都係用翻原廠跟嚟嘅 EL34。咁我覺得咧聲音都 OK。咁當然都係嗰句啦，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如果大家揾到一啲舊裝膽去代佢咧，可能聲音會更加好。咁我老友啊膽王 Mark 哥咧，佢都話咧近年呢啲 EL34嘅膽咧嗰啲價錢咧都回落咗，所以咧都係時間玩呢部 Cobra 嘅。咁同埋咧，如果大家想知道啲咩膽好介紹咧，你就自己揾下膽王 Mark 哥啦。咁前邊呢個掣咧就係呢個檔位輸入選擇掣啦。咁 A1、A2、A3 咧就呢個 RCA 啦。D1、D2、D3 咧就係呢個數碼輸入。咁 D1 咧就係呢個 USB。咁 D2 咧就係呢個光纖。D3 咧就係同軸。咁至於依邊啦，呢個咧就係音量掣。咁音量掣咧我扭落去咧就無段嘅。咁我相信咧都係啲碳膜嘅音量掣。至於後邊咧嗰啲輸入插全部都係鍍銀，所以大家見到咧全部都係光令令發晒光咁樣。左右聲道喇叭輸出咧只係得一組，所以無論你駁幾多âm嘅喇叭咧，都係用呢一組嘅輸出。中間呢個咧就係接地位，呢個咧就係 IEC 電源插，咁旁邊咧就係呢個電源開關。我下一首歌咧就揀咗呢對咧 Fisher & Fisher 嘅 Kind 喇叭播俾大家聽。呢對喇叭咧我哋俗稱佢叫做石頭喇叭仔啊。因為咧佢嗰個聲箱咧係用咗呢個板岩嚟做嘅，咁個體積咧比起35A更加細，所以咧佢嘅分音器咧係屬於外置式嘅。咁我相信咧好多發燒咧都有聽聞過，甚至聽過呢對喇叭，咁都知道呢對喇叭咧係相當之爆得㗎。咁所以咧我今次咧就想試下用呢部 Cobra 推佢，睇下爆唔爆得起。啱啱試聽我首音樂咧就嚟自張 CD 嘅第2首，咁我喺現場聽嗰啲爆棚音樂咧真係完全冇投訴啊！咁我今次咧一次過用呢部 Cobra 咧推4對唔同嘅喇叭，都花咗我好多時間，希望大家都欣賞啊！咁我發覺咧推完呢對4對唔同喇叭之後咧，唔單止個 Cobra 可以爆得起，其實咧佢推唔同喇叭咧都係保持翻呢個 AudioLoop 嘅音色。咁同埋咧佢個強項咧，我覺得始終咧播一啲小品啊、人聲啊或者弦樂。如果大家喜歡呢類音樂咧，其實都可以約去代理度試聽。咁至於個價錢資料咧，就喺下低說明欄。
咁最後呢，我都用咗呢部 Koba 呢嗰個解碼部分呢去播一播呢個串流音樂。咁我發覺呢，經呢部 Koba 嘅解碼部分呢，播放嘅串流音樂呢，真係少咗好多數碼嘅味道啊！呢個呢都俾我啲驚喜嘅。好啦，今次分享就到此為止啦，下次見。